来连续假日，也是互咱安尼伫咧进入秋天一个休困的时间啦吼。愿咱大家拢领受到祝福，中秋节家庭大家聚集的喜乐。咱大家三个来祈祷，再来分享主的话。主，阮的上帝感谢你，恩待阮，互阮即个福分来到主你的面前，三甲同心敬拜。主啊，你的话真侪快乐、生命、能力，也要互阮行伫主你恩典的道路。互阮因为较无知意，主你圣神就来感动阮，知影要安怎行，才能照你圣经的话来行出活命的道理。伫你面前，我要三甲分享，求你带领、引带，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说三甲来分享开发属灵信心的研究，即个系列就是讲咱。对年初到现在，牧师有陆续用即几个主题，甲咱三甲学习，就是咱基督徒的属灵的成长，是带来恩典的这四项啦吼。四项是咱头先讲的是讲思想，第二项是信心，第三项是梦想，也是即个意向，第四项是语言。这四项你若甲想吼，拢毋是实体的物件啦吼。有一个物件有遐实质的物件，实质的物件咱家叫做第三度空间。基督徒所以的无相像，基督徒所以甲人无共款的快乐，毋是咱食比人较好，快乐比人较大，身悬比人较悬。毋是即个部分，是对伫咱迄个属灵的层面领受到祝福，领受到能力。若安尼，即四项就是咱基督徒生命属灵的生命中间所要追求、所要提升、所要隐秘、所要进步的所在。思想、信心、梦想。今日咱已经进入到语言的部分。若要讲其中的关系，就是。照伫咱最后即几讲所学习的，带来稳定的语言，也是言语就是言语是一个表达出来，所以你要有思想，对上帝思想的言语，有对上帝信心的言语，过来就是有对上帝所予咱迄个意向、梦想、远景的思想，大概是即个。互相的关系就对啦吼，所以呢，咱伫即几礼拜三甲学习的就是最后一个系列，就是带来稳定的言语。头一个咱顶礼拜讲属灵的思想的言语，迄个思想意念对上帝来的思想心思来讲出迄个语言。今仔日咱要学习的是对上帝来的信心。所产生的言语，因为你是表达出来，话语表达出来，就像顶礼拜牧师咧讲起，咱台湾话真侪音调，就会来表达出迄个话的意思，讲的话的人的意思。咱后礼拜要三甲分享最后一讲，就是讲属灵的言语来成就上帝的梦想安尼。那顶礼拜牧师咧分享就讲，迄个信心的语言言语。咱有两个部分，一个部分是固定，一个对早到现今拢有的圣经的言语，迄叫做道，迄道。佫一个咱较少听就讲 rhema，所以真侪兄弟真有趣味，我佫做一点复习啦吼。这 logos 就是道，rhema 就是上帝启示的话。安怎分辨呢 ？logos 就是上帝的道，是上帝对世间人所讲的话，是。客观整体性的，亲像旧约的圣经无论是五经，咱讲托拉，也是后壁面先知书，也是智慧的回信，大先知、小先知，这拢是已经几啊千年的历史，一直伫上帝话伫遐固定。古代人读是安尼，咱今仔日咱信徒读嘛是安尼，就是讲固定的道。迄道原本上帝所启示的，咱
这个道会让清楚明白，就是咱约翰福音1章1节到2节所表达的，讲太初有道，道甲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。这个道太初甲上帝同在，一直重复吼，道。啊，这个道叫做 logos 吼，啊是希腊文的发音就对啦吼。啊，圣经就是咱买当甲称呼是 logos。因这是上帝道，上帝传播永恒不变的真理，永恒不变的真理安尼。啊，这个 logos 就是照着上帝赐予世间人话，无论是通过摩西、通过大笔、通过先知、通过这智慧者所留落的言语，已经慢慢成做一个固定对咱逐世代人的一个智慧。世间人有认捌上帝智慧，得到主的恩典安尼。吼，啊，这个话，读的人有无共款的领受？有圣神伫当时、当地，伫迄个时空中间对你的启示。啊，我读这段经文，你读这段经文，有无共款的领受？迄叫做什么？迄叫做瑞玛。啊，瑞玛意思就是讲圣神特别感动咱。可能你无感动着，你无领受，我有，迄叫做特殊的就对啦吼。咱特殊领受着的言语就对啦吼。啊，所以是偏向个别针对性的话语，就是每一句话临到你，啊，上帝这个时阵对你讲的话，啊，当咱有对上帝来，迄个甲主亲近，迄个第四度空间的信心。我咧讲的第四度的意思是，毋是世间的物质。毋是世间所看到，是对神所看见上帝应允，讲咱就需要圣神赐落感动内心的这个瑞玛，感动内心的瑞玛。啊，所以 logos 瑞玛，咱不一定讲爱会晓讲啊，这特别的言语啦，logos 啊瑞玛，咱无定咧讲，但是你就清楚知影讲，一个要得到瑞玛的人。你若无读圣经，啊，你毋通讲哇，我有定来得到，安尼就是毋知你倒位来空思妄想，啊，看到一条新闻就是有瑞嘛，安尼毋对，是你常常甲圣经啊亲近，甲上帝话亲近，上帝会对你的默想，伫你的祈祷中间，互你一个亮光。所以咱讲我有亮光，啊，毋是随便来。过来，瑞嘛毋是讲着啊，就随时就实现。是要互你去学习，讲这个话对我什么意思？撒母耳伫半暝时，这个囡仔听到一个声，伊毋知什么意思，伊赶紧去问伊的师傅，讲啊，你是毋是咧叫我？伊讲毋是，有时这个声是足明确的，有时对心中的一个意念。我问咱兄弟姊妹。你无拒绝上帝所予你的瑞嘛，但是嘛无随便黑白用啊，绝对够混乱。所以因为这个理解，咱要来学习讲，这个属灵的言语，爱有信心，有对上帝来的信心呐。你的言语讲出来，到底这个是凊彩讲的，还是随便安尼一个意念就讲？也是真正有真坚决对上帝来的信心，啊，迄个信心就产生一个选择。但这个是对，迄个是唔对，迄个是上帝要爱我做的，这爱有一个信心的选择。所以咱会使讲，属灵的言语是信心流落的脚印。你若无信心讲的话，你就无遐尼啊自在，嘛无遐尼啊肯定啦吼。啊，所以信心的延伸就是选择啊，亲像约书亚讲，轮到我甲我的家，阮决断要服侍耶和华，这就是一个选择，因为这是伊对上帝、对细汉引带伊出来及到入迦南地所得到的信心，所以选择讲。轮到我甲我的家，伫迦南地有遐尼多神明，总是我甲我的家要服侍耶和华，所以这毋是外在环境啦，是内心的选择，就是你选择要相信，还是无爱相信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信心
带来选择真重要。啊，若无就产生真奇怪一种现象吼，真奇怪一种现象。有一个故事啦，啊，照我所了解，足侪版本吼，啊，我看到这个版本有较现代化。这个故事叫做牧师无相信基督，哦，牧师无相信基督。你讲安尼，这个是要做啥牧师？咱来听看嘛来。讲以早吼，有一栋5层楼的建筑啦，吼，伫市内5层楼。啊，有一个牧师，因就去开拓一间教会，伫4楼开拓教会。啊，无拍算吼，拄着一个歹厝边啦，5楼是咧开酒店。啊，所以5楼是酒店，吼啊，车花宴乐跳舞，啊4楼是咧做礼拜。伊讲吼，主日早起像这个时间做礼拜无啥问题，因为迄阵吼酒店还未开。啊，但是咧，每一遍若是拄着下晡阴暗，啊是祈祷会、通宵聚会的时阵吼，教会受影响真大。真大的原因是讲，当教会咧唱敬虔的诗歌、俄罗主、感谢主、哈利路亚的时阵，啊楼顶却传来迄个酒店迄个细俗的歌声就对了吼。啊，所以楼骹咧唱奇妙恩典，啊楼顶咧讲咧唱讲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安尼吼。啊，咱楼顶咧楼骹咧唱我望主呼调，啊要奉献本身，啊顶悬咧唱遐个靡靡之音就对了吼。啊，所以信徒伫迄个所在安怎尽心唱歌吼，阿罗上帝，拢无得到恩典，因为得到干扰。可能较早啊，迄款的大楼也无讲迄个隔音设备足好，也是讲政府的管理吼无介好安尼。啊，所以结果安怎呢？牧师就招会友讲，来，咱大家来祈祷，啊，一个月来祈祷，求上帝吼，迄间酒店甲关起来离开啦。吼，伊就开始祈祷，祈祷。到第25日，哇！迄个酒店呢，什么原因说着火？哇，火烧就对啦。啊，5楼的酒店火烧到拢全毁坏，也袂用一啦。毋过足奇妙呢，4楼教会甲厨房的窗帘，吼拢无烧着就对啦吼。啊呢，迄个酒店的主人吼，哇，迄损失财产无去啊，足气的。啊，伊就去看去听讲，既然5楼烧了了，安尼4楼拢好势好势，啊，就探听讲，吼，原来是4楼的牧师祈祷讲，互酒店离开安尼。啊，所以吼，伊去啊，人财产无去啊，就去告牧师。啊，牧师就往带到警察局去问笔录啊，吼。警察就甲问讲，牧师歹势吼，请问你是毋是同意酒店所控告的？讲是因为恁的祈祷引起火灾，安尼。啊，这个牧师回答讲吼，讲我是为着酒店消失来祈祷是事实啊，但是敢有影我祈祷就会火灾安尼吼。啊，然后这个警察就讲牧师真奇怪，酒店的老板相信祈祷的能力，啊，你牧师无相信安尼。啊，无偌久吼，哇！因为这也袂当证实啦，吼，也袂当证实啦，也无证据啊，啊，所以调查报告结案是安怎写呢？讲这场火灾应该毋是由牧师无信心的祈祷所引起的，哈，毋是信心无祈祷引起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这是一个安尼流传足侪版的故事啦，吼，足侪版的故事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知影讲祈祷无受应允的上大原因，往往是无信心。像这个牧师安尼，QQ 声讲要祈祷，但是心内确实无这款的信心。当然，咱拢真知影，伊拄着迄款遐尼严重的灾祸吼，伊若承认啊，这声哇，教会陪袂了啊。毋过为着事实的问题，伊若选择讲，阮就是安尼祈祷，但是请法官来判断，吼，无一定法官无一定真正判讲，迄牧师有罪啊。因为迄毋是牧师做的啊，毋是牧师去点火的啊。那安尼，这互咱一个省思就对啦。就亲像咱伫生活的中间，常常甲主祈祷，但是吼，你阁无信心，到底是祈祷真啊，祈祷假？这是咱
信心的语言一个足重要的因素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通知影讲，牧师无相信基督的故事，互咱一个醒思啦。基督无应允是代原因是无信心。你相信基督伫主的内面的成就，才凭信心用言语宣告出来。就是讲，先有信，你的宣告才有效。咱来看起以色列人，因出埃及要进入到流奶甲美丽地，原来这是上帝安排的哦。对出埃及呼召摩西都已经这个剧本都安排好啊。但是以色列人面对着真实的一面，伊若是照实来经验上帝的信息，用感恩的心就真顺遂，应该无偌久就让成就入去迦南地。但是咱拢知影，后来以色列人因为无信心，因为埋怨上帝，埋怨摩西的领导，无愿意离开这个埃及，所以因就伫旷野漂流40年。人常常陷入伫一个现实的环境，迄现实一个来，你就看袂到上帝啊！因为你看到是头前的困难，一个压力，一个苦难。所以当以色列人只看眼前的艰苦甲艰境，不只是无信心嘛，佮充满不满，怨愤不平的话都讲言语拢出来啊！所以兄弟姊妹，基督徒一个信心的战士，属灵的战士，拢唔是在伫外在你有偌侪能力，是在伫你甲上帝对上帝的信有偌大。拄则咱读的经节，以赛亚书55章8节到11节讲，上主讲：我的意念唔是恁的意念，我的道路唔是恁的道路。天比地较悬，相款我的道路比你的道路较悬，我的意念嘛比你意念较悬。按什么意思？上帝所想、所立理、所思考的，常常是人无法度人测度的。唔知影主的立理是甚物？你既然上帝甲你的道路、甲你意念无同，是你要叫上帝来遵守你的意念吗？遵守你的道路吗？还是咱谦卑甲主讲主啊，我愿意顺服你的意念，我愿意顺服你的道路。上帝讲，亲像雨甲水对天降落，无搁倒转。要润泽土地，互五谷布衣大长，互野种的有种子，互人有美牛。这是对大自然的一个譬喻啦。上要紧的就是11节这句话，讲对我的嘴讲出的话嘛会安尼，我的话绝对会实现，袂落讲。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，我的话要成就我爱做的代志。意思是上帝意念、上帝道路、上帝话伊照伊的计划、照伊安排来成就。人是安怎？人是爱去明白、去了解、去追求主的话是甚物，然后行伫上帝道路，明白主的意念，然后来对主的话得到成就。这是咱基督徒上大的一个挑战，因为你若无信心。你若无常常读主的话，你若无常常受鼓励，你会常常互现实的事来甲你影响。所以以赛亚55章10节，伊安尼讲：我应允的话就是安尼，我的话将来就无落空，要成就我的计划，要执行我的旨意安尼。另外，咱拄则有读第段经文，是一个真好的对照啦吼。保罗讲：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，深信上帝互伊对世人中国就要得到救。兄弟姊妹，这个话两句重要的字眼是：你有宣认，伫人的面前公开讲，我宣认，我确信，我深信宣认，你就会得到救啊！这是保罗互咱的一个提醒。所以第10节安尼讲，因为人深信就会得到称义，嘴宣认就会得到救。伊阁重复一摆，圣经有安尼讲：信伊的人袂得到失望。兄弟姊妹，愿咱对这个话来得到一个提醒。迄个属灵信心一直到言语是足重要一个顺序啦吼。这两段经文，互咱搁来确信讲上帝话甲应允袂落空。
就是你有伫生活上拄着逆境，也是阻难，你会当搁经历上帝已经为咱拍赢这个战争、这个圣战，而咱就无安尼来烦恼。这个确信的依据是啥？是讲你安那有这个自信，也是讲你有这个确信呢？这个确信就是，今仔日咱要三甲守圣餐，要证明耶稣基督救恩的存在，就是2000年前耶稣为着咱的救助，世间人所拄着救助、失败、挫折、疾病、痛苦，伊为着咱定十字架，将咱这的苦做伙用十字架来解决。咱的主耶稣临落世上，世间人的救助甲失败、苦悲，互人钉伫十字架顶，因为安尼，咱得到十字架的胜利，因为十字架无永远吊着耶稣，耶稣摕落来，耶稣埋葬，耶稣第3日过活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基督徒所以会进步、会超越。咱有人讲阿伯拉罕是信心的伟人，也是真侪历代遮侪信心的伟人，毋是伊偌侪能力比咱较好，是因为伊的信心，互咱看见。用信心的眼目，将人生迄个上帝应允的的确得胜的应允，透过你宣告的言语。所以基督徒讲正面积极的话，毋是碰风啦，是对上帝的信心。咱讲，咱要宣告要拯救灵魂，毋是咱人的亏力，是我相信圣神也做工。咱所引出的福音的朋友，咱所引出的厝边头尾，咱所介绍福音伫遮同事兄弟姊妹中间，就会真侪事实。那透过信心的言语，会当消平伫环境中，咱甲上帝应允中间迄个鸿沟，就是讲，哇，咱看过都毋是安尼。啊，上帝讲应允是安尼，啊，遐看你要哪会过？咱定咧讲起咱教会建堂的新者，对毋对？用人来看，啊，钱也无，人也无，但是徛伫上帝来看，讲这你若信就有啦，你若信就有。所以基督教对初代到现今，逐件事拢是新者的故事，拢是信心的故事，拢毋是人会当做会到的故事。兄弟姊妹，所以安尼，咱基督徒要有一个态度，就是用信心来宣告成就上帝应允。意思是，有的是也看无，天顶拢无云，但是你敢宣告，是因为你有这个信心啦吼。那相信上帝所赐得胜的应允，你要先改变你嘴中的言语，你要用信心来宣告上帝的应允，你的祝福就要来，你要得到祝福也会来。兄弟姊妹，咱爱根据咱的信心来积极宣告，宣告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替我受咒诅，我就要伫律法中的咒诅得到头白。伊应允我要得到阿伯拉罕的祝福，所以我是一个蒙福气的人。你爱自信讲我是上帝的百姓，就顶咧别人讲我宣告我是上帝的护士啊！你要证明你是上帝的囝儿啊！啊，所以我会当对法律的咒诅中间脱出，我要得到阿伯拉罕的祝福，所以我是蒙福的人，祝福嘛要对我来。啊，咱一人拢有捌去参加韩国尊荣教会的参观啊、访问吼、学习。啊，进前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吼，慢慢啊拢停去啊。啊，毋过最近对去年开始，又过开始恢复新的一批去到遐参加金色祈祷，参加灵修有真侪丰盛的修行啦吼。啊，所以咱中会呢，嘛有咧讲，咱来去学习，来去体验。啊，有定讲明年来人要招好啦吼，招好咱中会内有遮有意向的教会牧者兄弟，大家做伙来体验来学习。啊，因为我看到讲迄个时间吼，有可能明年拄好咱要庆祝50周年吼，时间小有动拄着，啊，可能咱就无法当组团啦，因为爱去影响着。
不过，这个中期牧师伊是安那会当建立一间世界上大间的教会，上悬的时阵，我780万人哦，780万就是一个小都市啊，一个都市的人啊，啊伊家己咧做见证，伊见证安那，伊伫二处建后啦，啊伊就献身做传道，啊伊就有一个所在叫做佛光洞，佛光洞吼，迄个。因为韩国本来就是种佛教的背景嘛，伊叫做佛光洞。啊，迄个洞吼，毋是讲只一个崩坑，迄个洞，那照伊的话意思，应该是讲一个里，吼，也是一个小地区的意思啦，吼。伊迄阵无钱啦，迄阵讲坐车爱3箍，啊，伊住伫韩国一个四大门，吼，咱知影韩国一个古城汉城嘛。四大门啊，要去到佛光洞都要3箍的车资啦。但是哦，伊讲伊无车费，无车费，还是行路转去，用行路的。伫迄种遮尔艰难的时阵吼，伊安尼宣告讲：我要正做传福音到地极的人。对伫一个韩国战争的时阵所发生的事，咱拢真知影。迄阵韩战吼，1950年发生韩战。啊，因在地人叫做625汉战，625就是6月25啦吼。啊，迄时阵吼，哇，规个战争差不多规个汉城啊，规个所有拢寸草不留啦。大家拢嘛住步平啊，所以即个中期牧师吼，打开始的礼拜就是用一个美军的帐篷，美军咧军人咧大的帐篷咧做礼拜。啊，伊啦，伊的牧师娘啦，啊，甲伊的丈姆啦，吼，算的6个人开始啦，6个人开始即间顺福音教会。但是伫阮遮尔艰难的时刻，即个中期牧师安尼见证讲吼，我要成做一个往普天的传福音的人。虽然当时的环境，互人感觉讲你若食会饱就好啊，你若教会会当落去就足好啊。但是伊嘛存着即款的信心。伊讲啊，我要成做一个去普天的传福音的人，啊，我都袂使空嘴报纸啊。伊讲，伫迄个真艰难的时阵，伊也无搁较侪正规的学校人读，但是伊讲伊就开始认真读英文啦。哦，你若读咩啊读？伊搁讲啊，若要读好吼，爱用英文思考。意思讲，你毋通讲读讲啊来用哦，你连想也得用英文想啦。啊，所以中期牧师讲做一个英文实在。有够饱的人，但是伊甲我讲，爱阁无够咧。阮隔壁日本嘛爱传福音嘛，所以就学日语啦。后来讲我要去欧洲讲上帝的话，啊我嘛爱学咧，所以伊讲阁有德语安尼吼。啊，伫当时遐尼艰难，啊阁食食物甲尼遐充足的时阵，足侪人讲啊，即个甲人起笑啊，啊读册读过头啊，就对啦吼。啊，因为伊家己有迄种的信心，讲我。一切爱自学，因为迄阵也无补习班啊，也无啥物款迄个参考册拢无啦。但是伊用即款的信心，伊到后来，伊咧做见证讲，伊真正即款的信心甲宣告，伊真正到世界各地来传福音。大概即个牧师是20世纪吼，除了教理学以外，到全世界报道上侪的牧师啦。伊访问59个国家。伫外地举办迄个大型的聚会290几摆，伊讲伊踅地球114年，啊，到4个所在传福音，到最后即间传福音教会到全世界派宣教师，吼，讲有630几位宣教师到各地来传福音。像即位中期牧师的故事，互咱发觉到讲，一切出发点，在伫信心的宣告。1950年625的汉战是足严重，因为伫韩国遐是冬天足寒，啊，所以后来咱知麦克阿瑟吼，带美军来反攻呢，啊无，迄阵若较无细致吼，因迄阵中国派兵来支援北韩，啊对鸭绿江遐落来，哇，伊直讲，直接要甲规个韩国半岛拢攻击了啊！啊是安那，中国。都毋是伊个国家的战争，伊哪会要安尼？照历史的记载吼，中国的共产党吼，
看即阵投降的国军啊，遐投降的国军，也是走无出来国军，掠即阵人吼做炮灰，杀伊去韩国战争。啊，中间有一寡人吼，为着要脱离即款的危险，有真侪中国的兵到来，就是讲，我决战无爱战啦，我无爱转去中国。啊，迄就发生咱讲123自由日有无吼？123自由足侪人吼，怎啊带伫台湾来呢？啊，即个韩战嘛，成做咱台湾哦转危为安的一个关键。虽然是韩国咧战争，但是后来美国就派第7舰队来防卫台湾。哇，这故事真精彩。啊，韩国因为拄着遐尼大的战争，所以发生迄个福音的大爆炸。因为大家人艰苦的中间，需要上帝的气力啊，需要上帝的气力啊。啊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看这个韩战遐尼严重，所带来影响到现在呢。即阵韩国北韩甲南韩都还未合呢，还未合起来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上帝意念赢过人的意念，真正的信心吼，真正的信心会透过你的宣告来显现出来。咱拄则读启应文内底啊，咱的华长就甲咱带咱读即句哦。讲，咱有实在去实行无啦？你所讲的话，你有照安尼去做无？咱信心的行动嘛是安尼。你有信心宣告，但是你要有行动对你。所以真正的相信，那是会改变人的心嘛，会改变咱的行动。兄弟姊妹，最后吼，咱要学习的是。来开发，大家人不一定天生就会啊。你是爱学习、爱追求，讲主啊，互我有一个第4度空间，是属灵的部分，有信心的言语吼。主耶稣咧宣教的时阵吼，主耶稣咧宣教的时阵，有拄着2个求助者。求助者呢，就是其中有一位。就是即个囝儿吼，去犯着鬼吼，囡仔互鬼附身的一个老爸，爱走到耶稣的头前，甲伊恳求，这是记载伫马可福音9章14节到29节。啊，即个老爸吼，囝儿犯着鬼，足艰苦，伊会甲摔哦，会安尼反抗哦。啊，所以伊就走来甲耶稣讲：耶稣啊，若是你会当做啥货吼，啊，你就来甲我帮衬啦。这意思就是讲，这个老爸拄着耶稣的是讲：主啊，鬼逐摆拢甲我这个囡仔等为火呢，去水呢，啊要甲灭无啦。所以我有请过你的门徒来甲鬼赶出来，讲是遐门徒无气力，赶袂出去。啊，伊搁加讲就讲：你若会当做啥，求你来帮衬我。但是耶稣安那甲应？耶稣讲：你若有信，在信的人凡事拢有诶。安尼什么意思？这个老爸是足关心囝儿无毋对，但是伊对主耶稣的信心是有限。伊甲他讲：你若会当，啊，就讲袂就算啦，安尼就对啦。啊，你会当无？安尼。啊，所以耶稣就甲伊做一个提醒。啊，所以咱看见即句话后壁的故事是咧讲，即个。老爸听到耶稣讲这句话吼，就改喙安尼，讲我信，但是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我。啊，所以耶稣后来就把这个囡仔鬼赶出去安尼。啊，这是一个信心的言语的差别。另外呢，咱看过另外一个，咱之前捌讲过吼，就是这个迦南人的附身，迦南附近人的信心啦。这个迦南附近人的信心，这个故事咱几个月前才讲过，就是讲。这个姊妹呢，同款查某囝，头前迄个是囝儿啦，后壁这个是查某囝，嘛是互鬼附身。啊，耶稣求讲主啊，帮助我，我都用人的气力无法度啦。耶稣要甲试验，因为这个是迦南人啊，伫推罗西顿迄边的人。伊讲吼，哎呀，无好甲摕儿女的饼互狗仔食啦。吼，伊是讲我无医治啊，亲像外邦人共款安尼。但是这个附近人听到这款的话，无体软呢。伊讲主啊，无毋对啦，
但是狗仔嘛，食倒顶落落来咪呢。啊，耶稣听到这个负责人的话，才讲：负责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爱，甲你成全。兄弟姊妹，两个同款要追求耶稣的帮助。一个是讲你若会当，一个是讲我虽然是外邦人，但是我嘛会当食到油啊，饼油啊。所以信心的宣告是无同款的。所以耶稣学了讲，负责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。兄弟姊妹，希伯来书10章36、50讲，所以你唔通放下迄个勇敢的心呐，存安尼的心要得大赏赐，唔通放弃迄个勇敢的心。咱基督徒无比人较勇、较强、较大，但是咱唔通放弃迄个勇敢的信心。迄个是看袂到的，总是大有气力的。咱信徒的官兵就是勇敢宣告，宣告就要带来新者吼。啊，咱知影。一首出名的诗歌《奇妙恩典》，河顶甘甜的作者叫做约翰牛顿，这是英国的一个牧师啊，叫做约翰牛顿。伊捌讲过一句话啦，伊讲世上有真侪互人灰心的事，意思讲看这代志都未成就啊，心足软啊，灰心啦。但是伊讲，若是伫信心的内底，字典内底无这字哦。你看到大孩子拢袂顺，灰心失志啊！但是请会记，若伫信心内底无灰心这样事，对别人来讲可能是灰心，但是对进度来讲，这个互你灰心的事，就是一个记号，就是要互你追求上帝。意思讲，有个代志我家己做了就完成啊，但这个代志我做袂去，我灰心，毋是你求上帝，上帝就是这个记号。就是你来追求上帝的开始就对，就像咱上帝来讲，上帝关这个门伊就要为着你开另外一扇窗啊。安尼就是表示你信心还搁伫咧，无因为这个门无去就无路啊。所以这是咱的记号。所以最后咱要讲的是讲兄弟姊妹，要安怎来开发这个言语，就是靠祈祷，嘛是讲倒来原。基本功就对啦。伫属灵的生活中间，祈祷是开发迄个属灵言语上有效的办法。上帝透过祈祷来改变咱口中的语言。这个第四度空间，咱讲超越人的世界、物质世界的空间的灵性，就要对咱来开启。一种祈祷方式足重要，甲咱提醒。咱拄看到，拄则迄个囝儿互贵妇新的老爸讲，若是会当，意思讲，若过来毋知会使袂，试看嘛，迄种意思啦。但是咱基督徒祈祷爱用一种方式，就是讲完成式的祈祷，来开发咱第四度空间的语言。就是讲，我确信耶稣基督已经为着我完成迄个救恩啊。我确信我已经完成啊，毋是将来未哦，是即阵已经完成啊。所以因为上帝恩典透过耶稣基督赐落来，所以咱要完成式的祈祷，来完成式的事态来祈祷。咱咧拍是已经得胜的战争，咱要宣告是已经成就的事实啦吼。所以完成式的祈祷，就是除去咱怀疑的心啦、疑问的心的祈祷。所以，当咱开发这款的祈祷的言语的时阵，就是你已经认定、已经接受成就的事。因为咱相信这个互无变有、互死过我的上帝，你用信心宣告起来。请会记得，信心的宣告就是讲，头前的事无一定是照你看到的哦，可能是反面的哦，但是你的信心就来。咱腓立比书4章内底有一句出名的话，咱定下爱用。我唔通烦恼看虑，都爱用祈祷来对上帝感恩，用感谢懊恼的心对上帝祈祷。因为上帝使人出人意外的听的信心，要互咱看见，对通过耶稣基督来保守咱的心，甲咱的意念。
意思是这个祈祷就是一个完成式的祈祷，用欢喜、用感谢、用恳求来对上帝恳求，是你感谢主已经替我成就。兄弟姊妹，完成式的祈祷就是你把迄个疑问拢除去啊，互上帝赏赐咱迄个已经成就的事。兄弟姊妹，这毋是一个一瞬间就完成的，但是咱要鼓励，当咱要行死50几年的时阵，咱盼望兄弟姊妹，逐个人拢是经历到迄个第四度空间所得到的，迄个思想、迄个信心、迄个梦想，甲迄个言语，拢伫咱的生命中间来成就。咱要三角来祈祷，然后咱准备要来做伙领受上帝所赏赐咱迄个圣餐所带来的救恩，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三角有份来学习主你的话语。主你有应允阮，虽然你的意念赢过阮的意念，你的道路超过阮的道路，总是阮因为看见主你所讲出来的话有信心会实现，袂落空。你要成就你的计划，所以阮就欢喜来跟对，欢喜来顺服，也用信心来宣告这个成就的事。我们三个学习来伫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圣餐，来领受这个救恩的证实。也阮领受这个圣餐，毋是只敢经过仪式，是你看见上帝的应允，通过圣餐来显示，也互阮伫生命中间、生活中间、日常的日子中间，宣告迄个救恩的事实伫阮的生命中。我让你感谢祈祷，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